有圆满的界感，还有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暗界，暗界就是黑暗的界感，光明的界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嘛。就相当就是有佛陀出现的时候，就是叫光明界，然后就是佛陀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暗界，然后在佛陀出现又没有在完全到那个暗界跟佛陀出现的这个中间也是有很多的边界，就是边界没有像一个大27天那么长。那么一个大27天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这种怎么说呢时间来计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所以所谓的阿僧祇天就是一个时间的名字，就相当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讲现在是21时代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这里讲到的都是圆满的时代，圆满的那个时间，圆满的界呢，就是会有佛陀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怎么说呢？那个不共成就佛，不共成就如来，出现在不大战胜劫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不共成就佛出现的时候，那同时呢，就是本尊如度母有发了一个誓愿，他发的誓愿呢，就是他因为前面他出现的地方就是那个上礼拜五我们解释过的这个多种光世界嘛，对不对？是一个多种光世界，不是娑婆世界，也不是其他的。因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也是我们可以平常都能够要作为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佛的弟子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世界不只是一个人类世界，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人世界，并不是说是我们只是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很多很多无量无数的世界。但是包括在六道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世界，也可以说是很多的地狱，也有很多的恶鬼跟人类等等等等这种。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怎么说呢？娑婆世界，也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佛陀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上面的这个怎么说呢？多种光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候的佛陀是古音如来，对不对？然后古音如来的那个时代呢，就是本尊如度母第一次为众生发愿发菩提心的时候。那么第二次呢，他就是立了一个誓愿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不空成就佛的时候。不空成就佛的前面呢，他就是立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誓愿？他就是说十方一切净土的所有的众生，所以说十方一切界的一切世界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里面已经包括了我们人类众生，我们那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也好，所有的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所有的众生，他就救度所有的危害众生的这些众生，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会去救度也这样发了一个这样的愿。然后同时呢，他就是要救度的话，那么从哪里救度？最主要呢，就是障碍者众生，不让众生解脱的最主要的怎么说呢？障碍者所谓的魔这些来说呢，那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尤其是我们修持密宗的一个密法的一个弟子来说的，那一定要知道，一切都是最主要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当中所产生的贪嗔痴慢疑五毒的为主要的，一切都是变成魔来障碍。那从我们世俗谛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有外在的魔，也可以这么讲。但是从真正的圣义谛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外在的魔，都是众生的一切都是以自己的这种幻觉所造出来的，以自己的这种念想，就是有一些的怎么说呢？那个执着所造出来的。那么从因果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也是一样的，一个众生下地狱，但也并不是什么在一个外在的魔来直接把障碍你，然后就把你直接拖到地狱里面，没有这种的道理。因为你下地狱的原因是你自己造的业，所以你要去怎么说呢？面对要
怎么说呢？那个经过地狱的这种痛苦这个过程。所以同样的，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是要度化一切众生的话，就降伏一切的魔。所以呢，也是需要那个怎么说呢？羞耻。在这个。